继续来看是这个卫福部长试水员早起嘛到立法院，针对新冠疫苗的购买、注射相关的预算执行等等来做专案报告。结果，互国民党的立委来质疑，为什么高端的疫苗的绩效比其他的牌子贵3成，甚至搁来延长有效期限？上界落差的是，这有效期限拢已经延过3届了，也是无啥人要来做高端。试水员是来回应讲，有关疫苗的绩效，这爱保密，无法度来透露。若疫苗的有效期限，试水员讲，毋若高端尔，其实每一种牌子的疫苗拢延过这个期限。另外，最近的疫情阁亮起来，大公卫专家呼吁指挥中心，讲重要的毋是逐工通报的确诊数，讲应该重视的是逐工中重症增加的人数。到日本去还要付PCR3500块，高端股价涨了几百亿，高端是不是你的太上位物啊？跟委员报告，是你那恭喜我。跟委员报告，高端的股价什么东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我也不 care。立委罗斯保证的政府拢为高端，而且疫苗有效期限嘛一直延。170万剂是6月起展延的，11月到期，请问11月下个月还要展延吗？应该没有了。试水员讲，各种牌子拢会延，强调讲未来袂阁延啊。伊头一摆公开疫苗绩效保密的年限 ，AZ 是5年，也就是说执行完毕后5年不能做那个泄密。那 Novavax 是7年，那 BNT 是10年。有关本土病例连续10天比顶礼拜同期增加，这何人会烦恼？疫情是否会往高往低？还要再看。如果是2个月左右的时间，大概会落在10月的20号之后，那应该就会在那个地方会看到一个高点的转折。因为疫情要真严重，指挥中心宣布11开始扩大18到49岁民众注次世代疫苗。公益专家建议讲，未来65岁以下注3剂轻症患者，会使缩短居家隔离为3天，通好赶紧回归正常的社会运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